5個阿摩利王聯合圍攻基遍，約書亞為咗信守同基遍人嘅約定，連夜趕路上山救援。激戰嘅時候，眼睇太陽就快下山，敵人就會逃走。喺呢個關鍵時刻，約書亞做咗一件好大膽嘅事，佢竟然喺以色列人面前向神大聲求話：日頭啊，你要停留。結果係驚人嘅。約書亞記10章13節記載，於是日頭停留，月亮止住，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。創造宇宙嘅神，竟然為咗一場戰役，為咗他所愛嘅子民，叫整個天體停住。神嘅大能冇任何極限，他嘅愛冇任何界限。親愛嘅朋友，你係咪覺得自己嘅難題太大，連神都未必有辦法？又或者覺得自己太細小，唔值得神為你動手？呢個故事溫柔咁提醒你，為咗你嘅得勝，神可以叫日頭停住，月亮止住，冇咩係他唔可以做嘅事。今日就將你嘅一切交託俾他，相信他嘅大能同愛，必定會喺你嘅生命入面行出超乎所求所想嘅大事。